今日已經係我哋嘅行程之中最後一日。今朝我哋要嚟呢間哈桑二世清真寺，睇完呢個清真寺之後，我哋就要去機場結束我哋今次摩洛哥嘅行程。矗立於海面之上嘅哈桑二世清真寺，又稱為海上清真寺，係世界最高嘅宗教建築之一。哈桑二世清真寺佔地超過9公頃，可容納10幾萬人同時禮拜。佢嘅宣禮塔高達200米，係世界上第2高嘅宣禮塔，也係非洲第一大嘅清真寺。位於整個伊斯蘭世界嘅最西邊，非洲、歐洲、地中海同埋阿拉伯文化與此交匯。呢座聖所就好似一盞燈塔，引導着歷史悠久嘅伊斯蘭文化，點亮着不同文化嘅寬容同埋理解。1961年，國王穆罕默德5世殿下去世，佢個兒子哈桑伊爾考慮在卡薩布蘭卡為父親建立一座陵墓，最後國王最終決定將陵墓建於拉巴特，主要係方便到訪首都嘅不同國家元首前往穆罕默德5世墓前冥想或者係禱告。在決定在拉巴特而唔係在卡薩布蘭卡建造陵墓之後，哈桑承諾透過在卡薩布蘭卡靠近大海嘅地方建造一座大型嘅清真寺。如今那些有幸親眼目睹這一偉大計劃成功的人，看着佢哋建築輪廓時，往往不禁讚嘆不已。呢座清真寺還與從大西洋深處升起般。這座清真寺嘅魅力在於是它2/3在海面上建造。呢項非凡成就嘅靈感就嚟自於古蘭經，其中2段經文：上帝嘅寶座在水面上，同埋我們從水中創造了所有生命。1980年，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在自己生日當天宣布要建造一座象徵式嘅清真寺。佢邀請咗法國設計師嚟設計呢所清真寺。哈桑二世清真寺採用咗花崗岩石柱、大理石、馬賽克瓷磚、雪松和玻璃吊燈等元素，展現出華麗嘅摩爾式嘅建築風格。除咗清真寺本身嘅工程難度，填海建造嘅構思還需要確保建築能抵禦摩洛哥頻繁嘅地震，這使得整體工程變得更加複雜。施工歷時6年多時間，總共超過12500名工匠同埋工人參與。哈桑二世清真寺終於在1993年順利完工。哈桑二世清真寺除咗信徒固定嘅祈禱時間無法參觀之外，全年開放時間又分為冬季、夏季和齋戒月時間，遊客只能在固定嘅開放時間內進入清真寺。
呢個圖案代表咗一隻手5個手指。祈禱5次，同埋5大功德啊，做善事啊，諸如此類。今次摩洛哥行程我哋圓滿結束咗。如果你每期都有睇我嘅片嘅話，我非常感激同埋多謝你哋，同時都希望你哋鍾意我每一期嘅介紹。如果你鍾意我今期嘅介紹，請訂閱讚好，我哋下一次再見啦。